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10度时代，头先就来报连载。4月初5，总统蔡英文会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合照成为最近中国应该被有包围台湾的军事演练。面册顶头白山屯马祖白种野社团的管理者也靠着和海客入侵，也呼吁信徒千万唔互骗去，目前已经报警查处理啊。荷兰伫初四半暝后，一台火车败马，造成1人死亡，30人受伤。这事故原因目前还佫继续调查。总统蔡英文目前人伫咧比利时访问，今仔日伫比利时国会发表演说，讲到有一个国家想要迫害台湾和比利时友谊，不过这两个国家的友情是真坚定的。另外，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办公室也发出采访通知，讲会伫咧美西时间4月初5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要伫咧瑞金杜士段见面。然而，这两个人的会面引起中国的不满，要甲台湾威胁。咱的总统府也表示讲，中国是无权利干涉民主的台湾，要甲民主的国家交流。比利时参众两院议长递交友台动议，总统蔡英文伫过5年了，各访问比利时国会，伫咧洪都拉斯甲咱断交了，全力稳固友邦。蔡英文也重申5年前伊讲过，双方友谊毋是空嘴的承诺，也批评中国乌饼客。While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are countries that seek to insert that wedge into this friendship, we have remained close because of our common values and our shared vision for a more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future.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demonstrate that democracies help one another and we deliver. 蔡英文强调，比利时长期挺台，毋但通过友台决议，也几多遍伫咧国际上为台湾讲话。两个国家的合作计划诚多，也见证签署台北技术合作框架协定。比利时总理也讲，比利时学生若要出国发展专业，就一直选的国家拢是台湾。May I add, Madam President, all of them fall in love with Taiwan. 总统出访变外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也发采访通知，证实4月初5会伫洛杉矶的雷根图书馆甲总统蔡英文见面。总统准备好要跟麦卡锡见面，聊些什么了吗？总统，我们今天不是来看羊吗？什么时候看麦卡锡？虽然双方会面的细节也无公布，不过中国已经几多遍威胁，讲若两个人见面，将会采取措施坚决回击。总统府回应，期待甲麦卡锡见面交换意见，中国无资格讲话。我想引用雷根总统的一句名言哦：如果正义足够勇敢，邪恶就会失去力量。民主台湾要跟民主的国家进行交流。这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利，中国没有智慧的余地哦。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伫4月初5要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这两个人会面进程就来引起这中国不满，已经放掉了，也美国袂当安排官员甲蔡英文接触。但是外交部也批评讲，这中国讲法一直是脱离现实。有学者分析讲，蔡总统和麦卡锡会面的时空背景，甲佩洛西来台湾是无共款。这中国应该袂出现亲像去年包围台湾的军事演练，加上明年美国也要进行大选咯，美国也是有因家己的可能。总统蔡英文会伫4月初5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对这咱的朝野立委拢感觉真好，但是中国外交部却要求美方袂当安排官员和蔡英文接触。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不得允许蔡英文过境窜美，不安排美政要和官员同蔡会面或接触。中国外交部近日针对蔡总统出访及过境行程的批评，越显得荒诞无稽。其所谓维护主权及领土完整，更脱离现实，不值一驳。中国唔但放话，阁增加扰台的行动。
初三到初四24点钟内，国军是侦查到共机20台、共南3台伫台海边仔的活动，其中9台共机各飞过海峡中线。学者分析，蔡总统和麦克锡见面，和进前佩洛西访台的背景是无共的。佩洛西来台是伫中共20台进前，为了安打内部，中国的态度必须要较硬的。但是最近有真侪国的领导人是安排要访中，中国的反应应该是袂遐尼大。美国嘛有家己的考虑。明年的话也是美国选举之年，美国他也会顾虑到，如果现在让美国的民众感觉说北京在给美国下指导棋，那这样子的话，对于美国的一个选举来说的话，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另外，美国印太司令部太平洋空军司令韦巴赫讲，若台海冲突，美国保卫台湾的关键，就是要先炸共军新一代的防空弹。学者认为讲，要先抢到制空权是真重要，摕到制空和制海权，中国军队就会真歹去做后壁的登陆作战，威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马英九今早起呢是去到抗日将军张自忠的墓园参拜，悼念的时阵好亲像是有流目屎。下晡又去参观这重庆的抗战遗址博物馆，阁有迄当时英军的囡仔伫咧画中华民国万岁。几落地仔摕手巾仔出来拭目屎，说来三吉宫第一，前总统马英九初时早起。去张自忠的墓地祭拜，因为张自忠是去予日本军方包围，伫金瓜店战死，对阵中华民国陆军2级上将，是第2届世界大战阵亡军级上界悬的人。张自忠的故事，马英九是听到目眶红。伫边仔的张自忠因孙张庆成，嘛甲马英九有互动。这个边上瘦瘦的就是我。这就是张庆成先生。离开墓地进前，马英九还阁专工伫咧册写顶悬签名，送互张庆成。了后，伊去赛律师汽车两工智慧工厂参观，听导览员伫介绍的时阵，还阁几解问问题，甚至坐去电视车的车底体验新的功能。小易，驾驶做按摩。伫汽车工厂体验完了后，马英九下晡去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参观，还阁主动甲导览员补充细节。不过，马英九看到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资料，情绪是淡薄激动。专门造平民，尤其是日本的房子都是竹子，就是木头做的，只要有风的燃烧，一定是大火，一次就死4-5万，所以日本人得到了报应。不过，在过程当中，拄到真侪种的中国民众，马英九是满面笑容，还阁有讲有笑。那怎么办呢？马英九按算初5早起坐飞机去上海，下晡参观洋山港工区。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是清明连假的上尾天，这气象局预告讲，这天气甲今仔日应该是差不多的。到拜四才会落雨。那塞车的部分，高速公路局表示，各地头上北的车阵过道了后就会开始出现。既然要到台北，对早起9点就会开始塞，建议民众就要闪过到塞车的时间也个路段。一个大人，2个小朋友，麻烦你们直接带着他们，然后到9号门排队进场就可以了。假期阁拄到好天气，加上亲像台北市立动物园等等全台各游乐区，拢推出儿童节的优惠，四界拢是大人甲囡仔出门佚佗。拜三是连续假期上尾一天，气象局表示天气甲拜2会相像，不过拜4开始各地头拢会变天。从礼拜4、礼拜5的话，其实这个锋面就会逐渐的通过台湾地区哦，因此整个降雨的情况从北到南。由北往南就会逐渐的都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产生。温度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的话，可能就是要落在周5、周6这2天哦。那因为这个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一个北台湾的一个温度曲线图。在这2天来讲的话，其实整个温度上都是已经降到不到20度的。受假日落风的部分，高速公路局估计，明仔载各地头的上北车流中昼了后就会开始出现。在国道5号的部分，为早是9点就会开始塞，一直塞到暗时8点。建议民众避免高塞车的路段跟时间。建议民众呢，在南部地区可以在9点以前出发，而中部地区可以在12点以前出发。国5北返的民众建议可以利用收假日的9点以前出发。高公局表示，拜三国道5号上北所学到头城，继续实施高承载管制，国道以单一费率来收费，连到5点暂停收费。也鼓励民众使用西滨快速道路、省道等等替代路线，避免塞车。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大年大这出门上惊塞车，伫西部的高速公路挖斗的时阵，发生一台拖拉机要过这桥的下骹，想袂到这货柜去弄到桥墩，规个货柜是卡伫遐袂顶袂动，害后壁也塌几多公里长。
工作人员用大型的机具，甲吊伫桥骹的货柜记录开，才阁设置医图。这台连接车是伫咧瓦中道的时阵，经过国道1号南向303公里处，唔知影是安怎，货柜忽然间翘起来，弄到桥墩。驾驶通过酒测无啉过酒的反应，事故原因搁在调查。和盛撞击上方标示牌面，致使货柜卡在跨越桥及中线车道中间而肇事。国道1号台南下营这个路段296公里处，伫咧瓦中道嘛发生5台车拢做伙的事故，这2件事故嘛造成一段时间塞车是塞甲真厉害。台铁的花莲站下晡人嘛是有够济，对号的列车会使讲逐班拢客满，车头讲清明连假坐车的人已经超过228连假。今天下午到明天为返工的一个热点。这一次清明连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回复到差不多疫情前的那个状态了。连假出去佚佗的车真多，台东就发生一件轿车，唔知影什么原因，家己去动树啊，造成一死一伤的意外。警方当地调查，嘛呼吁所有的驾驶驶长途的一定要注意精神要较好的，才会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这几天，这政府普发民众现金6000块，有真侪民众都已经入去你的口座啊。不过，这是现金是会当捡起来，或者是开掉。有人认为讲，这刺激消费效果是真有限的。有学者建议讲，这政府就要去鼓励店家大放送，才会当让这现金政策发挥效果。全民发6000现金，这几天已经开始入户头，要安怎用，不少人已经规划。我不会存钱，可以做公益啊。我下礼拜要出国玩，所以当做一点基金吧。这摆政府普发现金了，外界2万元达到刺激消费的效果。因为国内地出口连续衰退，加通膨的相应影响之下，主计总处加国内地可能指出，今年经济成长可能无保值，要靠内需来支持。到餐饮业者推出大礼包优惠，要来抢人客。集团这边特别推出了，只要在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累积满1000元，就加送7000元的相关的优惠活动啊！特别是呢，有机会可以品尝到我们最近呢，秋田县政府刚刚合作引进的日本的秋田牛。学者认为，过去政府发进行权的时阵，有使用期限用短期刺激经济，不过普发现金用欠起来是一时出国佚佗，无法度刺激内需。建议政府应该鼓励店头向前增加活动。如果我们要达到一定的效果，那政府可能还是要多跟厂商沟通啦。如果说有一些促销的活动，真的能够让大家把钱拿出来消费，那对台湾的经济还是会有一定的助益。学者也指出，伫普发现金进前，国内拄好用行性利息甲电火钱起价，因讲是搁进一步调悬家庭的经济支出，会压制民众消费力抢起来，和带动内需消费的美戏拍折。记者综合报道。伫清明有真侪人会陪忙制作农委会的这个特产行情资讯显示，昨猪肉1公斤的这个成交价上到99.03块，出现历史新高，甚至有一寡所在是超过100块。业者表示讲，最近因为这原物料起价，加上有猪仔破病，数量少，需求量变大，才会起价。也认为这款计数会再维持一段时间。900点斤肉，番仔提醒民众，肉片市场卖休困3天，民众爱赶紧买好到。不过猪肉计数也起价，有业者透露，顶礼拜到传统市场买猪肉，每台斤130到140，测试买同款的量，所正做100倍。差多少哦？我也不大会讲哎。对啊，就有真的有比较贵啊。我较贵一撮啦哦，贵头10块20啊。农委会特产行情资讯网显示，车衫规价伫拍卖2万多只，成交价每公斤99.03块，历史新高。甚至新竹桃园台南高雄等地成交价阁超过100块，连价进前每公斤成交价92.06比，增加1.7块。虽然买休市3天2万元稳定计数，避免供应量无够，不过业者认为计数悬的情形会阁继续。食物它因为养殖成本的不符合成本，它可能会陆续离目或降低它的生产规模。那这个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供应的量。我们进口最多是那个西班牙猪肉，这几个月以来，它进口的量都有下降，可是它的价格是往上的。业者指出，原物料起价、猪肉虾价因素冲击，让国内猪只数量不够，加上替代肉品价数也较悬。进口猪仔的价数也跌不落去，第二来猪肉价数恐价无法度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前一阵仔，伫咱台湾的西南沿海，常常看到这水流死，怀疑是人口贩卖集团甲这偷渡客撇伫咧海里面所发生一个案件。恒春海巡队伫清明连假期间加强稽查，昨暗恒春海巡队也掠到一个人口买卖集团因的偷渡案，而且也掠到一个完全无任何掠鱼工具的渔船仔，落尾是伫咧这渔船仔驾驶下骹掠到12名对越南来的偷渡客。艇长发现该船并无渔具，明显可疑，随即展开登检部署。那经登检后，发现船上驾驶台下方舱间藏有12名越南籍偷渡人士，有9男3女。海巡署第8巡防区指挥部透过雷达荧幕发现，屏东顶寮溪外海2海里的所在呢，有一只正可疑的这渔船啊。恒春海巡队随派人去巡查，也发现讲这船顶并无任何掠鱼的工具，真有可能是一只偷渡的船啊。落尾是伫咧船顶的驾驶这个位的下骹呢，找到9名，也有3名，这个总共12名的越南的偷渡客，而且暗时10点多时阵转来台湾要来治罪。目前专案正咧调查，无排除讲这有一个背后集团伫咧操作的。这马祖信徒就要特别注意哦，这白沙屯马祖白种业的管理者发出紧急通知，讲伊面册口子互海客入侵，地属伊所管理的网站社团呢，拢有互人改过资料，也呼吁信徒千万唔通去互骗去。目前已经报警察，就专家认为讲，这面册就要改做相等认证，防止海客入侵。白沙屯马祖乡会家乡每年进香活动，有上万信徒追随，暗过有上万人的追踪的面册社团。西沙透查管理员发出紧急通告，指个人小号互人偷用，连伊管理的社团也受影响。呼吁信徒爱注意，唔通去骗去。白沙屯妈祖粉丝团总共有4个大的粉丝平台的这个账号被害，那整个管理权就是被绑架现在。这个管理的这个账号已经被停权使用，完全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动作。进前艺人柯慧芬、阿庞有名道歉5念真，拢要发生面册，互人入侵。治安专家表示，这不孝人数大部分是贪图有名人的流量，想要摕使用者的资料，搁借社群传达诈骗广告，才手法迄啲假民众用将小号放伫个手机内底，用相当验证，降低互人偷用的可能。受害者影响面册申请救济。如果被盗用的话，那因为脸书在台湾是有落地的，所以是可以跟他们的公司去讲到，就应该说可以有一些管道去申请救济啊，去把那个应该是可以把账号拿回来。白沙屯马祖网站管理员承认目前无能回应，继续看是不是用将小号权限提转来。去年有人冒向白沙屯马祖的名义卖商品，有信徒受骗。今年佫发现管理员小号被人偷用，已经报警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昨伫高雄车头有民众因为这油卡内面的钱无够，无法出站，站务警官要求讲着爱补票，不过这个负责人却是真生气，对站务警官大细声，佮甲工作人员牵鞋拍甲对上。沙河过道代替高雄火车站卖票口，有民众对拍到穿代替制服的男子，佮摕鞋甲伊牵。女子一度激动来揪对方，女性的工作人员来苦劝，嘛是同款红骂。高雄火车站表示，女子是为台北火车站来坐火车，到高雄要出站的时阵，悠卡钱无够，互站务人员要求补票，所以唔知为虾米熊激动起来，倒伫对方的手互忧伤。那旅客就不知什么原因，然后就开始发飙，就拿东西还有他的鞋子来砸我们的同仁追逐我们同仁，攻击我们同仁。站务人员表示要提告，女子红早等去派出所侦讯。初步了解是女子红要求补票，身上现金无够所引起。高雄火车站统计，连假前3天，站内乘客补票的人数有424个人，补票的金额大约27000多块，确实是比平常时较侪。来查票的时候，他就一直往坐后面这样走啊。你有一般人都会补票啊。可以去沟通讨论，对，但是不要用这种很愤怒的态度去表现。
有民众讲，坐火车期间确实有看过人故意走票，不过大多数的人拢会配合爱补票，嘛无认同爱骂人的人。警方嘛提醒，若是无早车资、无早车票，会当依规定来补票；无早前赶快会当申请川资应急，袂当用暴力，较袂去封告。记者王刘天平交款个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荷兰伫车市破门啊发生火车败北意外，造成1人死亡，30人受伤，其中骨落的是伤较真严重。这台是双层火车，有载60个人，而且是伫咧半暝啊发生意外，后壁车厢有导火庆烟，救援队随出动医疗直升机全力抢救，重伤的旅客已经送到附近的病院治疗。根据着警消的讲法，讲伫咧当地车市透早3点25分，一台火车对阿姆斯特丹要对海峡半路，甲一台载货火车相撞，必须车厢败北。不过有人讲是火车撞到工程设备才会发生意外。伫现场，咱人看到讲这现场玻璃是脆咸咸，这相关事故究竟是安怎？详细过来调查。伫咧巴西大城市里约受到温带气旋的吞大，这海边啊的风影是变甲真大，所有民众是唔惊死要去看这小高影，就一个查甫人互海影卷去，加在是有救倒转来。一波搁一波的大影冲向里约河边，伫咧河边看海影的囡仔是惊甲叽叽叫，赶紧逃走。受温带气旋加冷风过境的影响，巴西大城里约沿河拜溪出现小高影，有民众发现一个查甫人互大影赶走，赶紧报警。Eu olhando para ali, eu só vi quando uma pessoa caiu, eu não sabia. Aí eu corri, fui chamar alguém, falei pro policial, o policial falou, ah, deve ser alguém para mergulhar. Falei, não, a pessoa caiu. 这查甫人后来被冲一面路顶有贴管的疏风刀，警消城市偏所互领到刷入去提救生腿，伊顺利爬上岸时阵，围观民众拢拍破啊，大大松一口气。面对这种歹天气，当局早前海山部插红旗啊，警告唔通落水。啊，不过也是看到不少人咧拍球、练太极拳，部分民众认为安尼实在太过冒险。E a água é tão forte que ela chega a mais de 50 metros de altura no costão ali da Avenida Niemeyer, impressionante. Então, todo cuidado é pouco, esperar o mar acalmar. 目前海军部门已经将海花警戒延长到拜日，呼吁民众避免去海边活动。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马来西亚国会昨通过废除强制死刑的法案，未来开枪、卖枪加绑票等罪行，无一定会判死刑。马来西亚的官员强调，这死刑是跋倒大家架构，新法是让法官有更较侪裁定的方式，那种有必要也是会当判死刑的。人权团体表示讲，对这个法案表示肯定，也呼吁政府应该爱全面废止死刑。马来西亚国会七三三读通过废除强制死刑法案，正式废除法令当中7项强制死刑部分，就关未致死死亡严重罪行，比如开枪、卖枪加绑票等，未来免阁面临唯一死刑。Keputusan kerajaan berkaitan pemansuhan hukuman mati mandatory dilihat sebagai langkah yang tepat dalam usaha kerajaan untuk mewujudkan sistem perundangan yang dinamik, progresif dan relevan dengan keperluan semasa. 官员强调，死刑是不可逆转的定法，也未当有效阻止犯罪。废除强制死刑，并不代表死刑无存在。新法是让法官有更较侪裁量权，必要时阵依然应判死刑。I think for most part, we're on the right track. We're on a good track for Malaysia. It's a reform that has been long time coming, and we are not the only abolitionist country in the region. 马来西亚为自2018年以来一直暂停执行死刑，未来新法上路了后，死刑的替代刑法包含加刑3到40年，加变刑至少12个。目前马来西亚有1300个面临死刑加终身监禁的人，应根据新法重新量刑。记者综合报道。无想要受拖磨合法的安乐死是伫咧法国争议真久。去年组成的公民会议经过3个多月辩论，最后有要到8成的参与者赞成带条件开放协助死亡加安乐死。总统马克宏8日表示，会伫今年热天提出相关的法案。43岁伊姆夫自出事倒病身躯就袂振动，目睭嘛部分受损，大汉了骑马摔倒，肋骨受伤。 即马已经无法度控制四肢，敢若镜头啊会当震动。Oh, les douleurs, les handicaps, les maladies, les machins, non, c'est bon là, j'ai mais
伊母无按算随时要结束生命，毋过认为家己病未变好，已经有预备安乐死的想法。伊的祖国法国也禁止安乐死，伊敢会当去安乐死合法的比利时接受精神科医生咨询，希望时机若到，会当照家己的意愿结束生命。J'ai pas envie de passer le reste de ma vie dans un foyer, dans un fauteuil où je pourrais plus bouger. On va me donner à manger où je pourrais même plus parler. J'aurais même plus le choix de faire quelque chose. Ça, c'est pas une vie, ça. 伊母毋是个案，去年比利时有将近3000个人安乐死，其中53个人是法国人，心地动静求死不能，在法国引起讨论。去年法国政府组成国民会议，随机举办184人辩论，佮含60外个专家会面，3个月后做出结论。La majorité de la convention s'est prononcée en faveur d'une ouverture à l'aide active à mourir. 对国民会议的结论，马克龙总统伫初三做出回应。Je souhaite que ce travail permette de bâtir un projet de loi d'ici à la fin de l'été 2023. Nous avancerons vers un modèle français de la fin de vie. Et ce chemin sera irrémédiablement différent. 马克龙敢若讲，草案有写到是毋是爱允准某种形式的安乐死，也毋过伊无表态赞成也是反对。法国国家医生委员会表示反对。目前伫欧洲、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安乐死已经合法，也毋过其他欧盟国家对着安乐死内部也有真大的争议。公视新闻徐婉宁编译。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初三公布阿提米斯2号月球探索任务的人员名单。这4位太空人呢，头一摆有女性加一个非洲的人员，一届要去哩月球10天，替阿提米斯3号做准备。美国国家航空和太空总署 NASA 初三伫德州的休斯顿太空中心向外界介绍阿提米斯2号月球探测任务的4个太空人。这和较早的任务较无同的所在伫即摆是第一摆有女性和飞蛾加入。今年44岁克里斯汀·纳寇克是一个电机的工程师，我伫太空执行任务328天，是创女性太空人上久的纪录。2019年10月，和杰西卡·梅尔伫国际太空站执行第一摆全女性负责的太空漫步。今年46岁，维克特·格罗夫是一个飞蛾，伊是海军飞行员出身。2013年加入 NASA，2020年是第一摆去太空，是第一个伫太空站半年飞蛾的美国人。We're going to stay in an amazing high orbit, reaching a peak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miles while we test out all the systems on Orion. And even see how it maneuvers in space. And then, if everything looks good, we're heading to the moon. It will be a 4-day journey, going 250,000 miles. 拢总10天的阿提米斯2号月球探测任务，计划伫2024年年底，也是2025年年初出发。4个太空人是未登陆月球，因主要是替阿提米斯3号的登月任务开路。The largest, most powerful rocket in the world is going to propel them onward and upward into the heavens. And they fly to the moon. This is Artemis 2 mission. 4个成员内面，即摆47岁的瑞德·魏斯曼，捌是 NASA 太空人办公室的主任，即摆是阿提米斯2号任务的指挥官。即摆47岁的加拿大籍的杰瑞米·汉森，伊较早是加拿大皇家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即摆是伊第一座太空之旅。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初4儿童节。儿童福利联盟就公布一份调查，发现台湾囡仔因主观的生活满意度平均是73.5分，算起来是中等的快乐，比去年74分有较降。囡仔无快乐的这个原因呢，包括着运动无够、困眠无够、课业压力、欠缺家庭支持等等。专家也要提醒大人，爱拨较侪时间甲囡仔互动陪伴，甚至是了解囡仔的需求。4月初4儿童节。台北市真侪场馆推出一天限定的优惠，包括台北市立动物园、甲台北儿童新乐园拢开放囡仔免费入场，是啥真侪家长带囡仔去遐行踏。不过囡仔对即摆生活敢有满意？啥物时阵会感觉有压力咧？有看的都没有考，但没看都考了。考试考不及格，会觉得就是压力比较大，怕回家被骂。
根据儿福联盟发布的2023年儿童幸福调查发现讲，台湾儿童青少年主观生活满意度平均是73.5分，属于中等快乐，比去年的74分有较低。囡仔无快乐的原因包括运动无够、困眠无够、感觉孤单、欠缺家庭的支持、甲学校功课压力大、欠缺共缘的支持等等。我觉得童年的快乐应该是来自于父母的陪伴，就是双薪家庭的关系，所以陪小孩时间少。台湾教育就是给学生自己可以使用的时间太少了，都是在读书上面嘛，都是在教室。我们的孩子平均一天只有睡大概7.6个小时哦。那国际专家的建议是至少要睡满8到10个小时。我们只有大概26%的孩子哦，他每周不到2天的时间，他的运动时间是有超过60分钟以上的。所以显然，他的运动量是偏低。连过3年疫情，欠缺人际上实际交流，那像嘛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调查发现讲，有15%的儿童甲青少年感觉孤单，要三成感觉这个世界上若无我嘛无要紧。专家提醒家长，应该拨更较侪时间甲囡仔有品质的互动甲相处，了解囡仔的问题甲需求，为囡仔的角度来出发，才会当真正互囡仔快乐。记者综合报道。法务部提出民法的亲子天改权修正草案，不过有民间团体认为政府也爱提出配套的办法，即囡仔爱教父母，也是爱教因安怎教囝，提供因协助即寡老大人甲囡仔呢做伙来成长。囡仔摕伫大人的骹腿，看起来亲子关系真好。测试儿童节，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伫立法院头前召开记者会，针对法务部提出民法第1085条的修正草案，要甲家长会当顶改囡仔的规定提调，因表示支持。小孩发展阶段，声音大声一点。就有些人其实在捷运上讲话也很大声，或看影片很大声，但是他们都是会对小孩比较会有那种不一样的眼光。家长真的需要去脑力激荡，去尝试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去跟孩子试着去沟通，不一定会马上找到最好最正确的方式。他们认为就是要好好控管情绪，其实是很困难的。再来就是常常感觉没有办法，社会上跟他周遭的亲友其实都会认为他没有打骂小孩的话，就好像没有教，就被冠上恐龙家长。民间团体也调查200多个教育囡仔无骂无拍的家长，结果发现，侪家长认为，虽然管教囡仔较了时间，但是亲子关系会较好，囡仔也较有同理心，较有自信甲勇气等等。我们的品格教育不是教我们，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可以动手。我就是动手打你、骂你、处罚你，然后教你不可以去外面动手打人。你是看到这样其中的矛盾了吗？民间团体嘛建议修法要有配套措施，希望会使伫社区当中、家长囡仔定期的所在提供亲子教育、咨询等等服务，对家长执行无拍无骂的教育来讲，也是一种帮助。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虽然疫情解封啊，不过指挥中心继续伫咧推动疫苗加1，也就是一般的族群1年注1档疫苗，高风险族群1年注2档。台北市今开始开放民众去网络登记，不过有民众伫咧念讲，网络登记了后有成功，去诊所才知影讲家己是无符合资格。卫生局也表示讲，会检讨也会改善系统，避免民众加走一逝。新冠本土疫情继续下降，为了要迎接全面解封、回归正常的生活，疫情指挥中心伫咧扫全面疫苗加1的注射活动。台北市卫生局也自初时8日开始开放网络预约登记，不过最近有基层的诊所发现，有民众伫咧预约平台登记成功，到诊所才知影无符合资格背眼字，因为今年1月初9已经做过次世代疫苗。最常见碰到，其实大概就他明明今年度已经打过 BA.4、BA.5，那现在又预约成功了哈，然后只要民众有时候他其实在那个选项没有看仔细的时候，就很容易 miss 掉。对此，台北市卫生局讲，中央的政策是，无论已经做过几期疫苗，一般民众1年只需要注1支次世代疫苗。因若65岁以上的高风险族群，是几月下半年才个注第2支，有可能是电脑设定有错误。这样造成资格不符合的民众预约成功。我们可以再跟我们的资讯室来做一个讨论，这个部分可能要怎么样子来拦截，就是让它不能够设定成功。如
果是今年1月1号开始以后，已经有打过次世代疫苗的民众的话，则是不属于这一次疫苗+1的活动。指挥中心讲，疫苗加剂活动会一直到4月底，适用对象包括唔捌做过任何一剂，也未做过基础剂，也有6岁以上，伫咧今年1月初1开始无做过莫德纳次世代疫苗的人。也无今年元旦开始已经做过BA.5次世代疫苗的人，是无伫咧这边的活动范围内面。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厝价伫去年的这个时阵呢是起到上悬，真侪人为着要买厝，就甲这贷款的年限优长到30年，而且央行一直升基准利率，这买厝贷款的利率也出现2%以上，也互台湾的买厝市场出现厝价利率、贷款年限拢真悬的情形。看伊售屋，除了周边生活机能，对着初买者介绍平数是买厝的指标。根据建商统计，每礼拜至少10几组客户预约看厝，大部分拢是看小平数。以我们家大概是2到3房，那主要客群大概还是会抓在2房一卫左右的25平左右，对，会是先以比较小平数开始看起。每平应该都差不多50到60，是蛮大的负担。通膨的关系啊，所以整个房贷都往上增加，所以暂时不会考虑买房子。虽然看厝的人多，不过少年人想要买，阁唔敢买。厝价这么悬，袂少买厝族为了纳贷款，拢经30年期房贷，加上国内市场进前央行利率连续5起了后，已经进入厝价利率贷款基数新悬的新3悬年代。照1000万分32期来算，升息进前房贷利率上加1.31%。升息了后，冲破2年头，每个月贷款按33000变37000，算咧一年加44000，会使讲上班族爱加开1个月的薪水。1000万的贷款来说的话，那在每个月的还款的金额会比升息之前约多3000多块，所以确实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压力。那这个部分上面也会影响到购入。中人讲原本市场预期这季升息会冻点，央行煞起半码，面对房市在修正路车阶段的升息。要买厝的民众爱较细致，唔通互厝贷跌甲下下。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客家的西瓜真出名，最近其中一个产地洪家町社区已经开始在收成，因为今年欠雨水，这西瓜较细粒，产量也较少，不过是真甜哦。目前产地的价销一斤是12块，卖甲谢谢叫。一刀甲西瓜破落，就当看到红色果肉，佮果汁粗粗滴。伫热天时食一喙，有影透心凉。台南出名的客家西瓜最近上市，产地洪家町社区已经有农民开始采收。毋过受到最近欠水影响，西瓜甲往年比是拢较细粒。20瓦、30瓦，啊，今年这个版拢20个那20年前安尼尔。哦，减足多啊！像阮的种地时，甲真就拢完全拢无落啊。毋若细粒产量佫减少1/3，农民强调，毋管甜度也是水分，品质拢无较歹。客家西瓜种伫洪家町甲汀州，因为我巴掌溪土质拢是有盐分的沙土，互西瓜汁会使甘甜受市场欢迎。今年4月开始是产季，最近佫有农民趁清明连假伫社群网络推广，以大袋斤12块咧销，一工就卖3000袋斤。巴掌溪河床啊，伊这反正算有海风，伊虽然大袂起，啊伊甜分、水分拢会足正常，真诶品质有够好。买当透过脸书传让我看，然后我问题啥货，我买当喺度检讨，因为阮会做迄个因啊，就是即个，因为我品质保证的啊。你有啥问题，阮若真正有问题，阮会补一了互你安尼啦。今年大粒西瓜平均敢若20袋斤重，虽然符合小家庭消费者选购的标准，不过农民收入表示有差。农民讲，这期种的西瓜生了拢袂歹，真正必顺最上顶状况。甜度、色水拢是上顶，一年客家区公所拢会举办西瓜节，最近嘛咧规划中，希望民众把握产季，来客家要上钓时口感上好的西瓜。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拢无雨水，这纸板碟上北的时间也比永过慢半个月。伫清明前后开始有纸板碟往北。来看一个对细汉就参加真济纸板碟保育活动的陈冠阳，伊用2年的时间画出一本小纸板碟甲伊的精灵朋友。这本故事册希望互民众了解到这纸板碟搬刷过程所遇到的问题。
纸板碟是世界上2种小重型乌碟的其中一种。当年清明正前会对高雄的武林酒吧，经过国道3会婚姻拿来搭口单，为了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纸板碟的保育观念，自9月开始，就咧做保育期间的单管用2年的时间完成这本纸板碟的红仔册故事。故事其实它很有力量，然后我自己又爱画画，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故事文字，然后故事加上图画，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更了解纸板碟，然后高速公路防护网这些是有一点点知识性又有点生硬的东西。就是看完就觉得，对这个纸板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然后也让小朋友知道，我们保育纸板碟是很重要的。这本红仔册是咧写纸板碟甲伊的精灵朋友的互动。春天陪伴纸板碟就北，不过沿途经过高速公路拿来路段时，所有车弄着伤。后来精灵甲斗3工拿防护网来减少死伤。台湾纸板碟生态保育协会表示，今年的客观影响纸板碟就北时间有比往年更较慢半个月。有比较慢从蝶谷出发，可是它还是在清明节的前后，就是有大量的纸板碟吊打。整体上来讲，今年的数量还不错。那以3月30号来讲，它是最大量是在1分钟有555只，那一整天飞下来有49000多只。保育协会表示，去年3、4月2个月监测，拢总有29万只纸板碟就北。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万6千多只。今年的客观敢会去影响到数量，这就搁要观察。那纸板碟每分钟通过数量超过250只时，高公局会从国三拿来路段落南的外侧车道，保护纸板碟莫去互车弄到。记者综合报道。伫寒天时啊，有真侪鸟仔会来到台湾过冬，其中一种叫做短耳鸟头鸟，因为拢是伫咧暗时啊出现，真歹去看到。台中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长期以来伫咧抢救短耳鸟头鸟，也建立大量的过冬盘刷数据，观察出因的生态行为，希望对于因会当加一份了解甲保护。会飞来台湾的渡鸟内底，长耳鸟甲短耳鸟是一个真神秘的族群。每一年拢有300-400只来台湾过冬，其中大部分拢是短耳鸟，因为生做真成鸟头鸟，嘛有人甲合作短耳鸟头鸟，因为因较常伫暗时啊出来找食的，所以真少互人发现。当初在欧洲的估算，全世界大概有100万只，但是那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现阶段的数量应该已经没有那么多，而且下降可能超过50% 到75% 的族群量。它每年大概11月会来台湾，度冬到隔年的4月才离开。有10多只短耳鸟头鸟，奉送来台中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因为飞行安全，伫咧机场互鸟网砸落来，相关人员甲因救落来，送去遐治疗甲照顾，才阁甲因野放转去。飞安单位他们是很热心，然后非常有保育概念的，是去主动通报。那所以我们这段期间，从2010年。甚至进入2010年，更往早回溯是2006年到现在，所以我们收治的量大概已经有340到350只。不过台湾有一寡爱甲鸟仔翕相的人，因用笼仔甲鸟仔关起来，关伫内底翕相。这种所在人甲合作加强，去互检警查到了后，发现因甲短耳鸟头鸟等等的保育鸟仔关起来的事实，这证据嘛，互人看到一个悲惨的故事。我们在2年前发现有一只短耳鸮的照片一直在网络上出现。那我们就研判，这就是龙潭这个桃园机场有出来的。那这只短耳鸮，我们研判是被捕捉进去。它在拍摄的时候，明显看到它的左翅明显的垂落，所以它受伤了。短耳鸟头鸟来台湾过冬，行踪真神秘。不过，当因受伤来到人类的社会，互人了解因古水的外表之下，是稳装偌济生存危机，需要更较侪人的关心甲协助，互因会当安心伫天顶自由飞。继续8000公里远渡鸟潜水旅程。记者综合报道。伫英国的泰晤士河最近有一种水面摒扫机器人，外形就亲像鲨鱼同款，伊会当清掉浮伫水面的粪扫，一日会当清掉22700个塑胶干仔，佫会当监测水质。咱做回来看卖。喙闭甲开，将各种的粪扫食落肚。伦敦泰晤士河上，这种叫做粪扫刷的水上机器人，会当透过遥控操作，也会当像厝内的扫地机器人同款自由刷动。充满电力，一抓会当走5公里，收集达到500公斤的塑胶甲其他粪扫。
And the idea is on the autonomous mode that it acts as a drone, so it literally sweeps around the water. You can go and do your job, come back, and it should be full, and you empty it, and then you put it back in. 英国警察业者表示，这种水上冲粪扫的机器人被摆摊，无噪音也被制作公开，所以使用的时未对水中生物造成威胁。一工落来，会当收集达到22700个保特瓶。业者讲，当初伊看到有人伫开普敦港用网仔高粪扫，看来真无效率，所以才会想出推出这种机器人。除了冲粪扫，伊也有监测水质功能。 So every one of our wave sharks that are just in the water is connected via a 4G and 5G connection and sends back water quality data to our servers. So it's picking up things like turbidity, salinity, temperature, pH balance, depth of the water. 这种水上机器人目前售价2万英镑，大约代表75.5万块。伫英国会当用每个月2000英镑数来用。有意了后，泰晤士河有希望变得更加清气，也会当用来清理海岸的废弃物。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2月7日，土耳其发生大地震了后，有一个出世3个半月查某婴仔5天后互人救出来。本地人拢认为讲已经是孤儿，想袂到最近透过 DNA 找到伊的亲生老母，总算是无惊团圆啊！土耳其2月7日强震了，东寨区下带省密密麻麻。 出事这3个半月查某婴仔受困逃少128点钟，超过5天好运得救。这个奇迹鼓舞人心，查某婴仔健康状况真好。也不过乡亲和兄哥可能已经拢亡生，医护人员唔知伊的名，交好做神秘宝贝义诊，和其他无人照顾的红婴仔做伙送去首都安卡拉照顾。其实老母叶淑敏嘛得救受伤大院。 经过 DNA 比对，确认母女关系。神秘宝贝原来合作卫丁白大师，找总统专机，甲伊按安卡拉送转来故乡。54天后，母囝团圆，老母欢喜，甲卫丁抱咧，滴滴针，香港目屎嘛顶落来。Refakatsiz çocuklarımızın ailelerini arama çalışmalarımız gizem içinde geçerliydi. 15 Mart itibariyle annesi burada zaten şehir hastanesinde tedavisi devam eden bir kardeşimiz. Bir eşleşme olabileceği düşünüldükten sonra DNA testiyle annesinin 这场发生伫土司边境的规模7.8强震，已经夺走超过56000人性命，其中5万人伫土耳其，其他伫叙利亚。救援期间，有一个新生查某婴仔安娜嘛受到众人关心，伊老母伫废墟内溃来进出，囝生落来才过身，得救的时阵还未转在。全世界侪侪人希望会当甲收养，最后伊甲侪侪地动的孤儿同款，交互亲情抚养。目前甲职工一家12个人做伙住伫灾区的临时天路。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讲到这泰国的电影，一个人拢会想到这鬼仔片。伫泰国就专门讲鬼仔故的 YouTube 频道，主持人会去找各地头的鬼仔故事，吸引到300万人伫家关注。 3日半暝伫泰國嘅曼谷，一棟半廢棄嘅商場內面，幾個電台當地放送。所啲放送嘅畫面內面，會當看到留言嘅人是一堆，就像嘅半暝無愛困要聽幾個歌嘅人，攏在等主持人Jack兄或者拉蓬富家弟含刀哥聽一個恐怖故事。ยิ่ง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ทันสมัยขึ้นมากเท่าไหร่คนมีโอกาสเจอผีมากเท่านั้นเดี๋ยวนี้ผีมาในรูปแบบของแอปพลิเคชันในรูปแบบของแชทในรูปแบบของการคุยโทรศัพท์ซึ่ง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ติดต่อสื่อสารกับคนเราผ่านทางเครื่องมือ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เหล่านี้ได้46歲這個兄，伊第20當前，因為經營口音幾啊個的電台節目，才受到計程車司機的歡迎。即賣因為科技的力量，這恐怖的幾啊個透過 YouTube、Twitter、TikTok 傳出去，收聽的人愈來愈多，年紀嘛愈高。這個兄講，即賣上定講因拄着鬼也是恐怖事件的族群，就是外送員，因為因長時間攏佇個曼谷的大街小巷走來走去，就係因看到的鬼，即嘛因為時代改變攏無共啊。 ถ้าเราฟังเรื่องผีมาตั้งแต่สมัยคุณปู่คุณย่านะครับผีสมัยก่อนจะออกมาแหกอกควักไส้คอขาดผีหัวขาดออกมาหลอกผีกระสือออกมาหลอกแต่สมัยนี้เปลี่ยนไปผีไม่ได้ออกมาตอนกลางคืนอีกต่อไปครับออกมา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แสกๆเจอผีหลอก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แสกๆแล้วการแต่งตัวของผีก็เปลี่ยนสมัยก่อนการจะเจอผีเนี่ยจะต้องเป็นผู้หญิงผมยาวชุดคลุมสีขาวแต่เดี๋ยวนี้ไม่ครับเดี๋ยวนี้เป็นผู้หญิงแบบใส่กางเกงขาสั้น
เกงยีนขาสั้น这个影伊伫 YouTube 经营这个讲几啊个的电台，已经有要300万的人订要看。为了维持节目的运作，伊特别请员工在台选的时阵爱较严格的，莫和政治有关系，嘛莫用会去侮辱着王室的几啊个。而且伊食到做生意，搁伫电台1楼做咖啡店，毋敢一个人听几啊个的，就会当伫遮含人做伙听。像这个真市中的听众，伊嘛是一个警察叫查瓦特，伊就真相信有鬼，讲伊伫办案的时阵捌看过。พอผมไปถึงผมก็ส่องที่หน้าต่างส่องเข้าไปก็ยังเห็นว่ามีคนอยู่ในห้องน้ำครับมีเป็นเงาของชายอ้วนๆไขกุญแจเข้าไปปรากฏว่าไม่มีใครอยู่ในห้องครับแต่ห้องน้ำปิดอยู่และทีนี้ผมก็พยายามดันประตูห้องน้ำครับเข้าไปเพื่อตรวจสอบปรากฏว่าเป็นชายอ้วนจริงครับแต่เขาเสียชีวิตมาแล้วอย่างน้อย5 ชั่วโมงครับซึ่งเรื่องนี้มันก็แสดงได้ให้ผมเห็นว่าคนที่เดินเข้าห้องน้ำตอนแรกครับเป็นวิญญาณของคนที่อยู่ในห้องน้ำที่มาทำให้ผมเห็น睇過這隻恐怖佮奇怪的故事，這個影敢真正相信世間上有鬼？เกิดมาในชีวิต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ผีเลยแต่กลัวผีขึ้นสมอง有鬼無鬼無要緊，會當確定的是幾啊個佇泰國已經是多元發展的流行產業。公司新聞張如平編譯。明仔載天氣是好也是歹，做回來看預報您就知。吉隆到新竹對20度到30度，苗栗到雲林對19度到30度，嘉義到屏東對20度到32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9度到27度。平湖金門馬祖對16度到27度，一個未來3天氣象。在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載暗時7點咱再相會。